相比黄金，白银的表现呢，似乎显得更加活跃一点。那有人说金银比现在处于历史的最高位，那意味着白银现在被嚴重的低估。那您怎樣看白銀接下來的實力？嗱，白銀咧就歷史上，如果攞個平均價白銀同黃金嗰個比例咧，就係1對60至70之間嘅，即係呢個係歷史嘅平均。但係10年前咧，就當黃金係1400蚊、1300幾、1400，白銀都係得13、14蚊啊。咁其實個比例係偏低嘅，嗰陣時係去到80、90倍啊。咁咧就我嗰邊咧，所以當時我就叫啲朋友啊，我啲粉絲啊，我哋全部買白銀，買少啲黃金，買多啲白銀。因為白銀到時追落後追翻你唔好講而家，你將翻60、70倍嘅時候，你個黃金譬如你3500蚊呢個$3500一盎司嘅黃金，你去翻60倍或者係70倍嘅時候，你都去到50到50幾蚊白銀啦，係咪？咁今時今日咧，就我覺得似乎有點過分嘅。過分嘅意思就係你炒到上去45倍到50倍之間咧，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 overdone 嘅。除非你金追落後，變咗條金追落後，你金係要去翻6000蚊、7000蚊，咁你個銀咧先至值百幾蚊嘅。咁呢樣嘢就睇下佢哋個賽跑係點樣樣啦。但係如果回歸翻去歷史嗰個平均價咧，應該係大概60倍咧，好正常。而家40幾到50倍咧係炒過龍嘅。我唔係話佢唔啱，但係有炒。你知呢個世界永遠有鐘擺理論，你可以炒過龍嘅。咁炒過龍最終都係回歸嘅。所以我點解頭先提醒大家係一定要好小心。你隨時個白銀會 retreat 翻落嚟，你唔知㗎。而家譬如炒緊117、116，突然間可能冇消息會跌30蚊銀都唔出奇嘅。即係可能未來嗰兩個月啦、3個月會跌兩咁你咪翻去60倍咯，係嘛？佢可能一係咧就一個追落後追上去，一個咧就回歸翻嗰個平均價。咁所以咧一定要，其實金融市場好多嘢係睇歷史嘅。當你唔識歷史嘅時候咧，你係好難去分析金融市場，因為呢個世界永遠係歷史係重演嘅。係嘛 ？History 係 repeat 嘅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見到，所以點解我頭先會講得出？老羅斯福又收你啲金，小羅斯福又收你啲金，列根又收你啲金，即係你而家你難保特朗普會咁做嘅喎。咁你哋個個喺度炒到興合合啊，好開心嘅時候，哇！啲大行又話睇6000啊，睇7000，有啲神經到睇1萬啊咁啊，唔緊要，1萬都唔緊要。但係如果喺5000幾跌落去3000嘅時候，你承唔承受到壓力咧？係嘛？佢跌落嚟，可能你走去跳樓嘅喎，係嘛？我見過1980年嘅時候，我喺呢個市場裏邊，我係見過人買白銀跳樓嘅，坐喺我隔離嗰個跳樓，佢輸50蚊，剩翻唔知幾多蚊，係咪要跳樓？因為你喺呢個市場裏邊，你係炒槓桿㗎嘛。係嘛？你係 leverage 㗎嘛？你炒期貨，期貨就係槓桿。槓桿一跌落嚟，你有時斬唔切。你諗下幾年前嘅石油可以係負價錢嘅石油喎，即係減40蚊嘅石油一桶喎。即係你咪嚟買石油，我俾翻40蚊你喎，唔使錢。有冇呢個世界有冇啲咁嘅嘢出現咧？其實係冇嘅。不過喺個金融市場裏邊係有嘅，係咪？咁所以咧。唔可以唔信呢個世界咧，咩事都可以發生，唔會唔發生嘅事，只有你諗唔到嘅事嘅啫啊！教授啊，最後想請教您一個跟金銀有着緊密聯繫的一個問題。那過去2年呢，AI 吸走了全球大量的資金，這個情況非常像當年的互聯網泡沫。那您覺得現在的 AI 經濟是不是已經形成了大泡沫？那如果這個泡沫一旦破裂，資金會不會回流到黃金、白銀這類的實體的資產當中呢？呢個係好熱門嘅話題，因為已經好多專家喺度提出 AI 係咪一個泡沫呢？咁
即係喺我個perception， 即係喺我自己個概念裏邊咧，乜嘢叫做泡沫咧？爆咗先叫泡沫，未爆嘅時候，即係音樂未停咁一路同佢玩咯。音樂未停你就走去坐喺度，人哋俾人笑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咧所以咧爆咗，但係咪泡沫咧？係有啲喺度醖釀，我哋叫 brewing， 即係喺度醖釀緊一個泡沫。點解咧？即係你而家你見到美國嗰Magnificent Seven 嚇，即係嗰7個最大嘅，佢哋都係喺度做啲AI 嘅嘢啊，投資好多5000億啊、1萬億啊咁嗰啲落去。咁好啦，其實 MIT 都有講過，你投資咁多錢落去，有95% 咧，你係做唔到 application 嘅，得5% 係可以啫。咁如果有95% 係冇 application 嘅話，即係冇應用嘅話，或者係未能夠出市場做到嘢嘅話咧，咁你嗰個市場就已經係形成咗某種泡沫嘅形成㗎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再講翻，譬如兩個全世界最兩大嘅經濟體嘅比較，你美國係工業空洞化嘅。你做咗呢啲咁嘅 AI 啊，做咗呢啲咁嘅嘢出嚟，你個 application 你擺喺邊度咧？係咪好難你去 apply 咗落去？你有啲咩工業啊乜嘢？但係中國唔同，中國個產業鏈係好完整嘅。你發明啲乜嘢咧？我擺落去邊一個產業裏邊咧，我都可以發揮得到作用嘅。咁好啦，咁你如果你係美國咁樣係咁炒上去，而你係做緊啲虛擬嘅嘢，你係炒緊股票。你係冇工業，你係冇實體嘅經濟，咁其實咧呢樣嘢係好危險嘅。咁而唔係話而家目前嘅環境唔係話你有 AI 我冇啊嘛，而家我都有 AI 嘛。你炒咗你做咗 AI 出嚟，你用喺邊咧？如果我唔同你買，你芯片都唔俾我咯，係咪啊？咁我自己有 AI， 我用翻我自己嘅工業嗰度。你知全世界最大嘅工業國就係中國啦，係咪？所以特朗普要搞 G2啊嘛，係咪？咁我有金融，你有工業，大家夾埋咪好叻咯，可以。咁但係問題係，所以又係形成咗有少少即係唔係少少啦，其實係都有開始有啲跡象係泡沫嘅。咁但係唔知幾時爆啦。咁幾時爆係好多種原因啦。呢樣嘢我哋就唔去研究佢。不過咧，就白銀嘅升勢咧，我要講一講，因為佢實在係有剛需嘅喺個工業裏邊，尤其是你嗰啲太陽能板啊、光伏啊，甚至冇你而家 AI 所用嘅電啊嗰啲咁嘅嘢咧，所以啲 infrastructure 啊嗰啲咁嘅嘢咧，我覺得係會用好多即係有剛需嘅對白銀，所以咧對白銀嚟講咧，就係呢個咧係佢個fundamental 嗰個支持。咁點解而家先至咁啊？因為而家有 AI 嘛，以前冇，咁所以你個白銀咪升唔上咯，係嘛？第二樣嘢咧就係中國好叻嘅。白銀嘅升勢咧就係除咗稀土之外，仲有白銀，因為你美國要搞 AI infrastructure， 美國要搞呢啲咁樣嘅科研，即係 AI 啲科研嘅話，你都需要白銀噶嘛？你有咩？你冇，我有，係咪？中國佔咗全世界白銀中國每年嘅出口，舊年係3300噸嘅白銀，所以中國喺1月1號就限制咗白銀出口，一限制。其實你美國佬要 feel the pinch， 即係你已經知道，所以而家 Elon Musk 已經話：喂，我哋要諗辦法去儲翻啲白銀啊！咁嗱，呢個係第二樣嘢令到白銀上升嘅。第三個白銀咧就呢個係我估嘅嚇，白銀係可以走資嘅。點解白銀升得快？利用白銀走資，我將啲錢調走，你會發覺噶嘛？我將啲錢買黃金，你都會發覺噶嘛？我將啲錢買白銀運走，你唔會白銀啫嘛，係咪啊？買銅啫嘛，你唔會太大嘅即係反應。咁所以咧有呢個係我自己嘅，你當陰謀論。呢個少少講嘅就話白銀可能係其中有啲人走。你話咩咁咩人走資咧？我估係歐洲，因為歐洲唔信美國啦，歐洲亦都唔信自己。所以佢買白銀走去邊咧？大把地方走啦。我存喺好多地方都得啦。你有倉庫我就存喺度啦。咁所以咧，白銀嘅升勢咧係有佢嘅道理。但係炒到上嚟117蚊，係咪應該回一回？呢個我唔知。我自己感覺上太高啲，黃金去到5300，白銀去到117呢咁嘅水平咧，
係有啲過分，同埋佢嗰個 ratio 已經係即係收窄得太緊要，唔排除未來嗰2-3個月咧係有一波係回調嘅，呢個係我自己嘅揣測啫嚇。非常感謝王教授的專業分析，從經營背後發展的趨勢，再到 AI 經濟與實體資產的博弈，那相信大家未來對貴金屬的投資有了一定的更好的了解和選擇。亂世藏金，但是在這個複雜的時代，我相信大家一定要有一顆理性投資的心。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的勁爆人物專訪節目，我們下期再見。